check 到脊柱側彎，到底拍骨有冇用？最後竟然要用呢個方法。話說早排去 body check 咧，就發現自己有脊柱側彎嘅問題，未去到要做手術嘅程度嘅，但係咧個背脊就長期都 keep 住好酸痛。試過去拍骨，但係都冇乜好轉。咁醫生都話咧，其實長期勞損或者姿勢唔正確咧，係冇可能一下子就解決到嘅。最治本嘅方法就係做多啲運動，同埋換過一張硬啲嘅床褥。但係對於住村屋嘅我嚟講咧，換床褥係一件非常之大工程嘅事啊！點知咧就俾我揾到一間專賣壓縮床褥嘅澳洲牌子，佢一隻咧非常之啱我嘅硬床褥。重點係咧，佢只係得一個盒咁大，師傅一個人已經抬到上樓啦。我揀呢一張 True Firm 咧就啱晒一啲成日撳電話或者中意打側瞓嘅朋友。佢有兩面嘅硬度可以揀嘅，開頭瞓唔慣咧就可以由腍少少嗰邊開始適應。佢哋嘅床褥係用咗高強度嘅獨立袋裝彈簧，有5區人體工學設計，無論點瞓咧都可以貼合住我哋嘅人體曲線，加上有7段式唔同軟硬度嘅平衡支撐點，特別可以分散到我哋膊頭同埋 pat pat 位嘅壓力，支撐住成條脊柱。咁而家瞓咗1個禮拜咧，個背脊真係舒服咗好多。除咗床褥之外咧，仲一定要配埋 Ecosa 嘅人體工學枕頭，先可以承托埋頭至頸嘅壓力。而呢套質地非常之順滑嘅100% 有機竹纖維床品套裝咧，就有抗敏同埋吸濕嘅功能。瞓覺佔我哋人生1/3時間，買翻張真正可以幫你叉足電嘅床褥，每日先有精神做嘢噶嘛。